記得我細嗰陣時咧，我要做一個演員啦。咁我爸爸話：你要做一個好嘅演員咧，一定要有多方面嘅才華啊，包括能歌善舞啦，要識多種嘅語言啦，要識好英文啦、日文啦，尤其是普通話。普通話因為我哋係中國人嚟噶嘛，去到東南亞各地咧，好多人講普通話嘅。咁而你做一個演員就識講普通話，好有親切感啦，同埋好容易俾觀眾接受你。咁我最記得有一次咧，就係話我唔記得對鞋，我周圍話：哎呀，我就同人講：麻煩你啊，我不見了我的孩子咁樣。咁佢話：哇，他們覺得很奇怪。佢話你咁年輕，點解仲有個仔㗎啦？即係咁。我的孩子在哪裡啊？佢原來咧，佢個孩子咧，即係叫係寫字，要講諧音咧，就唔係個普通話講寫字。咁啊搞笑啊！咁啊啲人就話：哇，你個孩子嚟咗未啊？咁其實就係我個嗰對鞋一個寫字嚟咗未啦咁啦。如果我們要把普通話說得好，一定要多說、多聽、多練習。還有最重要的，不要害羞，要膽子大，那我們才會說得好，而且會進步很快。